这秋冬的季节呢是种青花菜的时期，伫个嘉义地区这阵嘛呢是因为这日时气温有较悬，所以青花呢是较紧熟。本地是2礼拜才通收成的，即嘛呢10天就会当来办啦，所以价销嘛受到影响。伫菜园仔内底，农民采收已经熟的青花菜。农民讲，日时的天气若是较烧热，青花成长的速度就会变紧，这毋来拍破原本采收的计划，嘛会去影响到市场青花的价销。我本来应该是后礼拜，结果这阵仔拢烧热，中昼烧热，暗时较冷尔，毋过伊冷袂偌冷，所以速度足紧的。你若烧热，结果你今仔日剁30箱，我也剁30箱，伊也剁30箱，当然价销就会较俗啊。你若冷落来，你剩剁10箱，我也剁10箱，价销当然就会较好啊。嘉义县是台湾种青花的主要产区之一。根据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统计，今年种植的面积计共买255公顷。目前青花产品的价销一律13块，若是交互bán商是1公斤40块。农会表示，青花的产期时间较长，虽然天气影响产量，毋过目前对价销影响无大，也是伫农民会当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咱青花伊的收成期较长吼，较袂像高丽菜吼，拢伫一窝蜂做一件弄去市场安尼，产生迄个整个价格崩盘安尼，咱青花就较袂啦。高胜率的一律13块，安尼是过会好。你若卖食家己的工吼，安尼是过会使。农民表示，天气较烧热，九月青花有较侪淡薄啊。刷落来天气搁要变寒，青花的成长嘛会搁慢落来，价销就会较稳定。青花的产期一直到清明进前，即嘛是青花上油上好食的时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